来参加祈祷。今仔日阮伫你的面前要三甲来想，要来分享保罗通过圣神的指示所讲的圣神的轨迹中间的人族，阮这个世间真欠这项物件，你知影？伫阮的日常生活中间，阮的周围有时阮家己，阮也欠人助。主，阮恳求你通过阮今仔日所想、所学习的，通过罗伯的所嘴所讲的，通过圣神的启示，帮助阮，互阮更较明白，更较会晓去做人族慈悲的代志。祈祷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我今仔日要用迄个我吼大概先，这实在是无啥要紧啦。我互恁看希腊文、甲希伯来文、甲英语、甲迄个翻译吼，中文的翻译叫做人，咱今仔日的圣经新的翻译叫做人族，巴克的翻做慈悲，和合本翻做恩慈、稳定、慈悲吼。啊，这希腊文袂要紧啦吼，希伯来文克瑟这字吼，恁若有去灵修会的人，我伫灵修会早起时爱祈祷会，我用诗篇23篇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。啊，上尾也有一句讲，啊，稳定甲慈悲要对我到一世人，你个，迄个稳定甲慈悲就是只是克瑟。啊，我的题目迄个，恁有听到人就会记，无听到人无要紧啦吼。我在讲，上帝是咱的牧者，上帝的克瑟，上帝的慈悲吼，是上帝的牧羊犬，对咱到一世人。我底下讲，啊吼，英语吼翻作 kindness 有 sweetness， 啊，佫有一个叫做 gentleness。老实讲，英语我伫感觉英语因咧翻译要拣字拄啊好的字吼，真歹拣。老实讲。对即马开始到上尾啊，迄个轨迹吼，真正真歹解说，因为相款的真歪的意思，比如讲，今仔日讲的慈悲哦，还是讲人慈，甲咱后礼拜要讲的迄个良善，啊，佫几礼拜后要讲温柔，即种足共款的物件吼。啊，我捌讲过，你要讲疼，要讲平安和平，啊，要讲吞忍，这耶稣有讲的，保罗有讲的吼，真正是较好找资料。这真歪吼，啊，真正真歹。我干那迄个，因这字有倒位无共款，我干那这就用足侪时间啦。咱今仔日要讲慈爱。咱今仔日的圣诗头一首，上帝的疼太话遐大，圣经内底旧约拢在讲上帝慈悲，上帝的疼。咱今仔日的启应文嘛是安尼讲，达到保罗上帝因的慈爱刷到永远哦。啊，我拄仔讲的，上帝稳定甲慈悲对咱一世人。伫人类的史上，上帝第一大慈悲的代志，就是互伊的囝。耶稣出世伫世间做人，伫世间伊教是咱着爱三疼，伊本人就是上帝慈爱的具体化。咱对伊捌上帝的疼，伊教咱着三疼，着疼对着。什么是疼？疼是用慈悲对待人叫做疼，敢毋是？对着嘛爱用慈悲，这是耶稣的大事。保罗咧，保罗嘛是同款。保罗伫哥林多前书第13章，伊在讲疼的代志吼。第4节，伊开始3节，伊讲伊逐项拢会晓，若无疼无路用。第4节，伊开始讲疼是啥？疼头一项，咱翻做仁爱是宽容，宽容就是吞忍的意思啦，忍耐啦 ，patience。
咱顶礼拜讲的。过来仁爱是宽容、慈悲，所以保罗伫即个圣神的轨迹，慈悲嘛放伫。我顶礼拜有讲，咱顶礼拜讲的忍耐、慈悲，甲明仔载后礼拜要讲的良善，这是咱对人甲人的关系。所以保罗伫遮摆伫这摆真头前，伊看这真要紧。伊有一则圣经节。逐摆若要讲到慈悲，咱要安怎三款台？伫以弗所第4章32节，我伫灵修会时有用过吼。即节圣经足好诶，伊讲吼，着亲切忍慈三款台，互相赦免，拄啊甲上帝有通过基督赦免恁相款。保罗即句话，我对细汉。念经句都咧念啊！伊劝人都爱用忍慈三款台。伫教会内面，咱爱用忍慈三款台。但问题是，要安怎用忍慈三款台？要安怎用忍慈三款台？真好解说呢，真好解说呢。我咧准备这个时候，直直想要找啥？我到尾去想到咱今仔日读的《路加》第10章25节到30节，好的撒玛利亚人，咱大家拢知影这个故事。我要甲恁讲一样代志哦，恁可能唔信，我嘛唔信啦。我倒转去看吼，这50年做牧师吼，我唔捌用好的撒玛利亚人讲道呢。听故事定来咧听啦，引用嘛定来咧引用，真正入去甲看讲。这个故事到底是咧讲啥？头一摆，我真正吼，逐字读甲足清楚的，有人看，确定恁就知。这是吼，这是耶稣讲的一个故事，这毋是耶稣甲人的中间发生的代志，是个故事。迄个起因是对一个教律法的，吼，会当讲是大学的迄个。法律系教授啦，迄款迄级的教律法的老师嘛，来问伊，讲我著爱安怎就才得到永远话。耶稣甲讲，这个律法，伊咧教律法，伊哪毋知影律法？伊知影律法啦。伊马上讲的，就是迄个新的改变，咱定定咧念的新的改变。专心专意听上帝，听主比亲像家己。耶稣我讲，你讲安尼无毋对。路加讲，这个人要表示伊的财万哦。伊问耶稣讲：“啥人是我的厝边？”我咧想讲，伊哪会无问讲，我要安怎专心专意听上帝？伊无问迄个问题，伊讲啥是我的厝边？这真注意的是啊！耶稣开始讲这个故事，这个故事，这是耶稣讲的故事。耶稣讲的故事哦，耶稣会当安排故事的内容，你要注意个看伊的安排无？咱咧听的是好的撒玛利亚人，听一个就过。其实耶稣的安排吼，对迄个教律法的老师，也是对遐个听众来讲，是非常有刺激性，你知影无？伫这个故事内底有4个人。拄着贼仔迄个互拍，袂啉袂动，拢无啥物代志。剩咧3个人吼，剩咧3个人，2个有看到这个人受伤，闪对别落去，一个留落来帮战。迄个留落来帮战，迄个你若规个故事来讲吼，是这个故事内底的主角。耶稣用撒玛利亚人。犹太人拢知影撒玛利亚人是啥物款人，因是看见撒玛利亚人。犹太人竟然有时讲撒玛利亚人是哪像狗，你知毋知？因是遐尼看见，撒玛利亚人互人看见，因嘛甲伊看见，所以互相拢总无往来。犹太人甲撒玛利亚人中间紧张关系真厉害。耶稣毋是毋知。总是伫这个故事的内底，迄个好人，竟然是外邦人，都是犹太人所怨恨的人。
两个看到无帮咱人，若讲有行人族的是即个撒玛利亚人、外邦人，因看无起的人。啊，即两个无行人族的行为，相对别为其的啥人？因的宗教领袖呢，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呢，利未人甲祭司，咱今仔日来讲是长老甲牧师啦，差不多是迄个阶级的。你个啊，佫上犹太人，即两个歹人讲犹太人，你想耶稣吼，伊即个咧，伊的故事内底安排安尼吼，一条工的嘛，敢毋是？一条工的嘛，伊一定有啥物 message。我想到头一个耶稣的动机就是安尼讲吼，大家听起来较有刺激性。大家要听，你要讲啥？哦，你讲迄3万，哦，讲迄两个大先讲迄两个走对边去，啊过来一个撒玛利亚人，啊你是要讲啥？啊，大家会较要听，这当吸引人。耶稣真好安排故事呢。总是我相信，迄个要，互迄个故事较有吸引力以外吼，我想耶稣要互遐个人的 message 是：主爱人族，毋是对甲咱同款的人，毋是咱家己的人，对外口的人，对犹太人来讲。撒玛利亚人，咱来关心；对撒玛利亚人来讲，犹太人随风看轻咱嘛爱关心。我想耶稣直接是要讲这个代志啊！我去读这个《使徒行传》吼，耶稣伫圣经内底无特别教咱讲恁着安怎。才会当成做有人族的人，伊无教，总是伫撒玛利亚这个故事内底，完全讲甲足清楚的。拢总有4项，我要来甲咱大家看。这是真，我看甲真详细吼。头一项哦，咱来看第31节到33节。第31节到33节吼，伊来先讲拄啊好吼。第31节，毋是，咱的圣经啦，我用安尼讲就好啦，免不要紧。31节吼，伊写讲拄好有一个祭司对迄条路过，看到迄个人。啊，32节吼，佫一个利未人到迄个所在嘛，看到迄个人。啊，33节，讲迄个撒玛利亚人对遐经过，等个一个看到迄个人，你有感觉这3节拢有去看，要做一个有疼心的人，要做一个有慈悲、要行人族的人，爱用看的，你爱大声看。你无看到的物件，你无法度去关心啦，你嘛袂去关心啦。看真要紧，看真要紧。所有的听的行为，爱对看开始。伫咱的周围有真侪需要的人，有时咱有看，有时咱无看。有影，有的咱看，咱嘛无法度通帮咱。我拄爱遇到讲，咱看。台湾安尼乱清清，咱一点仔办法都无，真正无办法。总是咱看无看，你根本就无法度做，你无法度做。我相信恁常常听到，人在世间吼，有真侪受伤的所在啦，感情啦，婚姻啦。有人甲人的中间，真侪爸囝母囝的代志，咱要关心别人，爱对看开始，爱对看开始。有时咱会看袂到，
看袂到有原因啦，有原因。我想两个原因啦。头一个原因是吼，迄个咧艰苦的人吼，伊无爱互人知，人伊唱调的，无爱互人知，迄咱无法度，咱无法度。咱普通会看袂到吼，除了因唱以外吼，过来是咱吼，真无用啦，真赶紧，真赶紧。你捌伫飞机场看人伫关飞行机无？要走要去捉飞行机，要关门啊！吼，用撞的吼。你若伫赶紧的时，你无时间通去关心别人，绝对无，绝对无。你伫赶紧啊！你当时哦，你若较早到机场哦，你看人伫遐咧撞，你伫遐会当甲人开讲，你较有时间，你会当关心别人，甲人讲话。所以无用，也是赶讲，无法度通做一个，互咱无法互咱有心情通去做一个有仁慈有慈悲的人。譬如讲，你对遮要去托朗多，坐飞行机啦，坐飞行机上紧的，3万小悬，看真看有影啦。总是下骹啥物代志你拢毋知呢，你拢毋知。毋过若行路吼，我毋是叫你行去托朗多，普通时啊你行路就好。COVID的中间吼。我离开这间2014的6月，我离开这间教会了。我定常去西雅图帮衬遐个教会，所以我吼去站佚佗，拢伫美国迄边佚佗。加拿大这边我毋捌去佚佗，一直到 COVID 开始吼，关伫厝的，逐位拢袂当去吼。阮两个吼去迄附近所有的 Regional Park， 咱伫个边仔偌济公园偌水咧呢。咱普通毋捌咧注意，赛车定定对遐过，入去内底你通看大松树啊，足水的物件。普通时啊，你看袂到的物件，你慢慢的时你看会到。甲人的中间关系嘛是安尼，你真赶讲的时，你看袂到，总是看会到吼，用啥物目睭看，迄真要紧啊！看了安怎？这若要搁讲袂了。我要用一句我读到的祈祷文，足水的祈祷文，是英语的。啊，上帝祈祷讲吼，上帝啊 ，Help me to see people the way you see them。上帝啊，求你互我用你看因迄个目睭来看因。互我看别人，亲像你的目睭在看因，这是足好的祈祷。我知影无简单，总是咱会当祈祷。啊，第二项，伊这个圣经内底第33节的一回，因三个拢有看到，三个拢有看到，总是你知影，三个拢有看到吼。到尾是三个，两个顶无看，两个顶无看。第33节的后壁遐，这个撒玛利亚人对遐过，伊一个看到这个人，就心真唔甘。巴克个翻译讲，伊看到这个人就怜悯伊，怜悯伊。这是我拄仔讲，看了安怎？这个有疼心的撒玛利亚人看到这个人，伊心真唔甘，伊唔捌认呢，伊唔捌认呢。有啦，咱伫看电视，若看到真残忍的迄场面的时，咱嘛会感觉真艰苦心。这是上帝吼，伫咱的内底吼，我这是伫古国读到的。讲咱的身躯内底有一款叫做英语叫做 mirror neuron，mirror 是镜。迄我甲要去编中文编拢无，我意思是讲哦，
上帝伫咱的内底有放一个神经伫遐吼，咱看到一项物件，若欢喜的时，咱有哪会欢喜；若悲伤的时，咱有哪会悲伤。有人看电影看到流目屎，迄就是这啦。咱伫日常生活，毋通将迄个上帝所赏赐咱迄个圣经去甲关起来。这两个吼，这两个祭司甲利未人，因关起来，因有看哦，因有看。巴克，咱今仔日的圣经写看的代志哦，我拄仔袂记甲恁讲哦，讲看的代志哦，头一个看吼，看了哦，我对边仔去。第二个吼，第二个看吼，无啥相款。第二个34节的看吼是吼，伊有我去边仔看，巴克咧有写讲看了，咱今仔日读嘅圣经，敢若写讲。伊看咧，甲第一个共款，第一个差不多。巴克咧讲有讲，伊看了，活咧做转去。迄英语的圣经安怎写？你知影？英语的圣经写讲吼，我写伫对。伊英语的写讲吼，英语的圣经写讲吼 ，When he comes to the place and saw him， 迄个看吼，即个人吼。第二个是，伊来到伊着上迄个人的所在，有看了佫活咧做行。头一个看起来，敢若是敢若看到伊就活咧紧走啊。第二个有我去看哦，看了，巴克咧讲看了，伊活咧做走。你甲想象看觅，去遐看到迄个人伫着上啊，我想伊大概。不来的表情啦，看头，有影有够可怜，安尼尔。过来咧，哦 ，too bad。过来咧，感谢上帝，毋是我，若我去啊。感谢上帝，毋是我，我咧做即款的看，即款的。圣经甲咱讲，着甲欢喜的人三甲欢喜，甲啼哭的人三甲啼哭。都是在讲上帝互咱这个圣经，咱会晓体贴人，甲人三甲欢喜。咱要安怎帮助？咱要安怎帮助？看以外，咱要安怎帮助？亲像这个好的撒玛利亚人，伊看到迄个人，伊马上去甲帮助。你捌伫赛车的时，安尼伫你的头前有车祸发生。你捌有迄经验吗？我以前伫阿伯达做护士的时，捌一摆，我拄伫我的头前车祸发生，弄落咧。我停车落来，落去看，真正是足艰苦呢。足侪人停车伫遐，有人迄个时阵还无迄个手机的电话啦，无啦，都爱叫别人去敲电话，无人有电话啦。迄个等的时间足久的。一个人缀伫车的下骹，阮逐个拢去扶迄只车要甲拖出来呢，迄是足艰苦的代志呢。有时需要咱帮助的人，有迄个临时的需要，你若会使尽你所会去做，迄只车我嘛扛袂啊，无人有法度，足侪人扛举袂起来，到尾有甲救出来，救护车来以前有甲救出来，至少毋免互遐艰苦。好撒玛利亚迄个时阵的医学，伊嘛无法度通创偌济代志，毋过伊有错，咱较听爱讲伊创啥。有若拄着即个时阵，咱会当出一点仔力去做人助的代志。佫有一项，咱会当关心人，毋是靠一支嘴，用你的耳，因为真侪人艰苦吼，爱人爱讲互听，爱人听。我无会中间，我伫Winnipeg的时候，我有去摕一个课吼，我对迄个课吼，就是一个牧师还是心理学家来讲互听的，伊咧教这牧师探访的代志。
伊直直叫阮讲，恁话莫讲伤济啦，爱听爱听。伊甲阮讲吼，特别是老大人吼，老大人会直直讲过去的代志互你听，一摆过一摆讲。啊，你去吼，伊拢袂记得以前捌讲互你听，伊佫讲一摆互你听。伊讲恁做牧师的确毋通讲，这我听过啊啦，绝对袂使讲。这我学一步，这有影。啊，我若开始这头定的是恁才甲我讲，袂要紧，我就知影好煞啊。真正的，迄个老大人普通时也无人通讲话，有牧师去做有迄个上带惨的，就是讲这我听过啊。佫伊要讲啥？互伊讲，伊讲。伊佫讲一个足趣味，你要安怎听？要安怎听？伊甲阮讲吼，一字英语，我较等下再说明互你听。我做 first date listening。first date， 你若会当回想吼，你头一摆甲你的太太约会。头一摆甲你的先生约会吼，头一摆做伙食饭迄阵吼，恁两个咧讲话吼，嘿，两个拢足注意听对方讲，敢会啊？会记得袂？为着要约这个查某囡仔吼，明明无爱听，嘛乖乖在遐听。毋过结婚10年后吼，佫去伊遐讲做伊讲，就拢袂咧甲听。伊甲阮讲吼，要安怎听？First date listening， 真有意思呢，真有意思的。伊佫甲阮讲，佫一个常常人的问题，问的问题。人艰苦，我气都毋知要讲啥。这个老师甲阮讲一句话，我到即摆还佫一只。伊讲吼 ，show up and shut up。你去遐甲伊做伙。毋免讲话，你若毋知通讲，莫讲，你一定讲毋对话啦。伊讲你 show up and shut up， 这真正的代志呢。咱要关心人，会使用听的，必用去听哦。迄出爱吞论的，圣神的另外一粒果子，咱点入来讲的，但管敢毋是？我有做一个 PowerPoint 吼。我读到这句吼，我说 hurt people hurt people， happy people don't。迄个后壁迄个 hurt 上尾迄个 hurt people， 我应该做一个挂号啦，迄是我共加落啦。我读无好啦，我真正读 hurt people 是啥物意思 ？happy people don't 安尼尔，迄个 hurt people 是我甲加落，意思 hurt people 是。受伤的人会要伤害人，伊本身受伤，伊要伤害人。你捌拄着迄落人无？你捌拄着迄落人讲迄落话出来吼？普通人哪会讲即落话？你捌拄着迄落人无？我甲你讲，即句话的意思就是，迄个人本身已经受伤啊，伊真恶杂。伊有苦无地讲，伊用安尼来发泄伊 hurt people， 中伤的人要中伤人 ，happy people don't， 快乐的人袂去中伤人，这是真通互咱想的代志。咱普通哦，人对咱安怎？哪会安尼？伊哪会安尼 ？What's wrong with him？What's wrong with them？ 拢安尼问哦，应该问啥呢 ？What happened？ 伊会安尼是安怎？我伫 Orangeville 的时候，有一摆，我的一个会员，一个会员足水的，足水的。伊请我甲几个朋友去遐，阮去吼，迄会员整理甲足水的。阮去的时候，看到遐2-3丛树啊，足歹的，足歹的。啊，遐水的花园在遐比，迄几丛树啊，根本就你若会留是咱留迄几丛树啊。啊，阮坐落学了伊的花园了后，有人甲伊问啦，问讲
啊，遐树仔是安怎？问讲 What's wrong with those fruit trees？ 伊甲阮上一课吼，我永远会记。伊讲遐树仔拢无安怎，是2礼拜前，阮遮起大风，即几丛树仔的树枝拢叫拍断了，即摆看遐尼歹。伊甲我讲吼，我看到安尼的时候，我头一就想啊，错起来。后来我想吼，我若这树仔甲错起来吼，这树仔就永远安尼无起来。伊讲我甲留咧，我甲留咧，因为我知影 what happened。遐树仔变做遮歹看，是因为因有拄着大风台，有大风吹着，才变做安尼。我知影 what happened， 我无甲伊错。时间会解决，这树仔会不倒转来。因为咱对人嘛是同款，咱对人嘛是同款，同情心，用健康去听，唔通问 What's wrong with them？ 去想 What happened？ 伊为什么会安尼？我会当办。过来第34节吼，34节，你详细，这个撒玛利亚人看到吼，耶稣讲伊马上落去吼，马上落去。而且我直接真正是真详细看这个故事，伊真正吼，伊落去吼，用油甲酒抹伊的空喙。伊咧旅行的人有油甲酒吼。我相信无偌济啦，迄可能是摕家己路中要啉的啦，要用的啦，无济啦，无济啦。总是用酒甲用油吼，对医学上来讲无毋对呢。酒会杀菌嘛，啊油会当安尼，互你开。伊马上摕，我要讲的是，伊将伊所有的拢摕出来，要。做一个有慈悲、有仁慈的人，有要表现你的疼心，将你所有的摕出来，就无人要求你无的都摕出来。伊底下所有的是油甲酒，然后搁较济便药啊上好啊，总是伊无可能早迄个旅行，啊，过来用布甲伊包，啥人旅行咧扎布？你想是啥？我相信伊拆伊家己的衫啦，一定是拆伊家己的衫，拆伊的家己的衫甲伊包。伊过去，伊的驴仔会骑，啊，伊家己用行的呢，伊用行的呢，而且伊所付出的不一项。不一项是伊改变伊的时间表来听这个啦，来医治这个啦。咱唔知影伊去对尼哥落耶路撒冷，伊去耶路撒冷要创啥，咱唔知。毋过为着这个人，伊的时间表改变，伊的时间表改变。我。英语叫做 interrupted， 台湾都唔知要安怎讲，去互人，就是字典是写讲中断啦，伊唔惊互人中断，就是我的时间表为着要听人，我会使改变，我会使改变，这是真宝贝。拄啊伫第31节咯。路加讲，迄个人互迄个东道拍，拄好有一个对遐过，拄好，列位，迄毋是拄好咧。伫咱的周围吼，上帝定定有做机会要互咱去关心，去做施行伊的疼。
或者的人，迄毋是拄好，迄毋是拄好。咱有迄个机会啦，一尾仔毋安尼。啊，佫一项哦，你毋知有想到，我毋知影迄个撒玛利亚人的落来，啊，得甲迄个人照顾的是伊有想到这无？伊有迄真毋惊死呢？你敢袂想讲，啊，遐拍即个人，遐土匪呢，还搁伫附近，啊，我伫帮衬即个人，伊嘛来抢我袂？这个可能性毋是无呢？伊无咧烦恼这哦。啊，佫一项，这个受伤的人是真正受伤，惊啊受伤，我咧冰岛转来甲我抢咧，有这个代志呢？有这个代志哦。哦。啊，第35节，我拄仔讲，伊用愈仔去行，今日行咯。带伊去旅馆，旅馆外远咱毋知啦，总是伊着爱行路，互迄个人坐愈啊，带去旅馆，包带迄个人来照顾。伊得到啥？伊得到啥？无呢？伊无得到啥呢？这个撒玛利亚人无得到啥？箴言第3章27节到28节，啊，咱安尼看哦。第3章27啊，你若有气力做好，毋通拒绝，着帮衬需要帮衬的人。你若做会到，毋通对你的厝边讲，你转去，明仔载过来，我才互你。这个撒玛利亚人真正是安尼。即时就去做。当我有时间，我才要来行慈悲的代志。当我有时间，我才来做一个仁慈的人。毋是，真个安尼甲人。上路尾36节到37节，耶稣告诉讲了，问迄个法律系教授。讲，这3个内底，倒一个是伊的厝边？你有看伊安怎用无？伊用讲，大义怜悯迄个就是，大义怜悯迄个。你甲看这个律法书吼，伊连吼承认讲撒玛利亚原来有好人，伊都毋承认。你看人的心肝我就话哦，伊毋愿讲迄个撒玛利亚。伊毋讲讲，耶稣无咧甲伊计较这，耶稣甲伊讲，你去，照安尼去做。伊嘛甲咱讲，你去，照安尼去做。咱来先来祈祷。天父，感谢你，互阮通过撒玛利亚人故事，阮真实的故事，总是阮毋捌真深去想。阮的主会用伊，阮感谢你通过这个故事，伊教示阮直直讲要将你的听传互人，阮要安怎传？你甲阮教，阮感谢你的恩典，愿你的圣心帮助阮，互阮会抓机会，亲像这个撒玛利亚人欢喜。为着人付出，虽望拢无报赏，要顾阮知，上帝你知，阮伫你的面前感谢你，享受阮这个恩典，也恳求你帮助阮，做一个听心、慈悲、有仁慈的人，祈祷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